我要計最好嘅消息講攏從向自媒體，在經書講約翰1第10年，每一人接受耶穌基督嘅人啊，基本而家就客而就獻做家嘅人啦，都係相信耶穌基督嘅名，耶穌係做自家嘅救主，耶穌係自家嘅上帝，佢認為自家做家嘅人啦。就是家做上帝嘅人啦，世間你喺度熱天去保佑自家，去照顧自家，佢要看顧自家，自家要痛苦，自家要苦衷，熱天去快樂滿自家，因為佢自家嘅天賦，佢自家嘅救主，佢自家嘅上帝，自家嘅人啦，熱天佢要快樂滿自家，要照顧滿自家，一度係在世間你喺度，佢唔識變嘅自家，因為自家信任耶穌嘅名做自家嘅救主，家嘅聖經講佢本自家做家嘅人啦，自家熱後世間你喺度，熱天佢帶自家進到天家，或者進到天家自家嘅上帝強下，自家嘅天父強下，要平安要快樂要得勝嘅路。兄弟姊妹，自家嚟信任上帝耶穌基督做自家嘅天父，做自家救主，自家得救。阿門。